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一个客家实验白话语文研究第90美食描述篇。今日的主题是形容词句。同上一次嘅有共有160句课文1对照录音。第81篇。提供各位乡亲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嘅词句，形容词，有喺度小形容词，將形容詞表現喺日常生活、文章啦、戲劇啦等等方面啦，非常有動態嘅一個那個幫助，亦都會講熟絡客家嘅一個形容詞能夠將一個那個日常生活、對話、歌唱、說話、戲劇、團練等等方面呢，都有相當大嘅好處。同時，一個形容詞喺度咧，也用到一個連音詞、有呢樣嘅語文同創造詞等等嘅用法，就係客家白話文嘅精華嘅素材。好來，我哋今日嚟講一個第81篇，一形容詞用一個語文模型嘅物類嘅解釋為形容詞第2部分。第一個那個有本事，有好辦法嘅意思，有才華，有才能第二，書香調味都會比怪下來，比就是給他的意思，比口才好，物料相當得人愛談第三，什麼都會吞落肚，比講真係好食。第四，拍咧，有個拿拍咧，拍面咧就黃嘅，一個特殊嘅。一個咧拍咧，拿拍咧，好多話講拍啦，一個拍面咧，就是講拍咧已經成熟嘅，可以食嘅。第五，和為寬台，有一講和為包裝安尼啦，和為就是刀子，含苞待放，有一講和為寬台，唔稱啱頭個專叫第六，和為專叫，嘅和為嘅那個國產已經完下來嘅，一個叫呢是那個和嘅一行對行，一頁對頁嘅那個格子，唔係嗰個感覺啦，所以和為佢差唔多會成熟嘅。第七，和為啱頭嘅，一個就表示講已經國產已經太慘啦，要帶頭下來一個成熟成熟個好果比喻有才華拍餐要講一個產出來嘅產，一個拍餐，一個胖骨冇面醬嘅一個就係拍餐，表示冇才能。過去阮家鄉嘅董事長吳文華先生時常有講一句話喎，做人親像我話，那個無為樣嘅會啱頭，個拍餐嘅呢無效就是講太驕傲嘅人無效安尼啦，所以講無為啱頭嘅真好嘅，拍餐嘅呢，就是個無面醬嘅冇用嘅。
第九，走到两脚莫独梯啊，独梯就是表示走啊请讲，走啊请讲。第十，迷头，迷头就是转那个咪咪的跟转啊去迷头，但是在人嘅方面呢，行通嘅临门啊，当家嘅意思。有些问西有做事咱们迷头啊。第十一，处处唔怕有人言，一个这个人呢讲处啊都冇要紧，有人ก็要紧啊哈。比喻人言有个重要，所以一个陈志明先生所创的歌嘅，伫里有讲啊，处处唔怕有人言，都有意思哈。12，改动啊。也是指人为个强壮的意思，人为路呀个动啊，通过个动，人工在动啊。第13，强的数是比方比一个譬如啊，譬如亲像一个人可以过悄悄的啊，过恰恰的。我看的，有人讲天仙遁妖的哈，也形容词应用。第14，那个疲碌碌，比喻人个疲哦，个疲胖啊。15，水豆豆的，比喻人个胖，人个疲胖啊，水豆豆的。16，欧亚全部大部分都讲水豆豆的啊。16，金娜娜岛，很光亮的意思，会光亮。47，有节岛就可以有啦哈，文快模式吼，有节岛，有节岛。18，十轮啊，一个十轮啊，就讲鬼轮的意思啊。19，不叉比一个有钱啊，不叉啊。20，野马野米，有人讲啊哈，数量个多的意思，算唔清啦。野马野苗，有人讲啊，还有人个公路哦。多啊，亲像那个一步推个马一样的多啊，好吧，算唔出咯。野马野苗。好，再看一个促音，读一遍。促音同长音有时因为口的关系啦，声调不同，使语的本音、语音的区别同用法，其中本音同促音而有分明啊。翻译让我们讲好谈，客语实验的连音同英文的连音，客语的连音是用 union， 一个英文的呢是 connect， 完全不同啊哈。一个连音是客家重新讲必听而用的哦，联合概念。ที่那个客家本土语言就是土系、鲁系、客家白话语文，本文白话语文中以连音式为中心，充分发挥客家语言的国土文化的艺术。客家白话语文中个连音最特殊、优美，也是世界语言中最特殊、优美的地方。好，我哋再看第6个第6段，用语文无形物嘅形容词，头度使用物，也系有形嘅东西，也系嚟讲到用无形嘅嚟做形容词。第个要强背调，做啊要强背调，就是玩唔下去呀，去唔可以啦。也就要强背调啊，听
个乒乓气茶，乒乓气茶，一个形容词就会亲像人个脱缰个样个啦，头摆个脱缰个，做啥有啥，用脚去踢，学那个来到分枪个，就乒乓气茶，头摆脱缰个哈，做啥有啥，用脚去踢了，以后用杆索，用个杆啊，嚟踢空了。一个乒乓气茶，就是比喻数脚动作不夹的意思啊。当然，脱缰的个是觉得动作非常的夹。这里第三，仰头变杂，仰头变杂，比喻属土个那个是那个疲劳、个辛苦的意思啦啊。仰头做啊，仰头变杂啵，实际上嘅个东西有黄色的一个比喻哦，样样有杂段都有啊。第六，苦瓜恶里度，苦瓜恶里度，就非常的贫穷，一无所有啊，冇办呢，冇办法，就是讲苦瓜恶里度。第五，愚公吊吊。愚公吊吊，表示冇福气嘅意思啦，冇耳吹嘅，冇耳吹嘅。第六，五言平皮好做中哦，也是过去嘅话哦，这客家乡亲呢，大部分都系平皮个多哦，冇像荷兰人、外国人嘅屁股渐渐嘅压倒啊，所以讲屁股平平好做中，自我安慰啊。平平五年，过水火啦，冇水火，心情过好。第七，睇嘅掂世界毒，哦，睇这个嘅就掂世界就对，比喻睇世都会来欺负我，睇世欺负。第八，单身狗诶，就是冇家室、冇家冇到嘅男人啊，就按到单身狗诶，单身狗诶。也下男太不婚，女太不嫁吧，所以佢都变成了单身狗嘅程度哦，一点真个大家注意一下。第九，花夫人就讲实话，冇结讲，不必追究嘅事情就按到也冇做记录，唔是追究，也就按到花夫人。第十，拍字叠拍壁。拍子啊，第二把就拍别行啊，表示一个磨好的意思啊，看唔出来。第11，专门同人斗脚，一个就叫我扯后腿的意思啊，扯后腿。第12，表演唔上壁，就是唔壁的意思哈，不能干，也用表演来做形容词。什么嘢表演唔上壁个？啊，谁来呢？伊讲表演不但上壁个，还过上头哦，个哦，安尼话。第13，面床脚下饮干皮，比喻是不可能嘅事情啦，哈，不可能嘅事情。面床脚下饮干皮啊，特别有人讲啊，面床脚下饮钱有冇？有，还不有哈？14，嘴胖是文硬，嘴胖是文硬，就是一个关于讲啊，吹牛啊，发福的，只讲唔会做啊，只讲唔做啊，一个关于就讲光练，光说不练一个意思啦。第15，发誓谈人家事，发誓谈人家事，不得负责嘅意思啊，冇负责啊。其中一下政治人物为了选票，一路马开路讲嘅多，讲啊会上天没地，但是做得到冇？做唔到，也就会我等于发誓谈人家事，所以选举啊好做乜嘅注意一点。16，谈人家是含誤嘅，唔使作學，談人家是含誤嘅，唔作學。都學的學，就多管閒事的意思啦。蛤蟆納罪，蛤蟆納罪，一個納字呢，就是困難嘅難，帶下4點水啊，
叫做那难，本火是难度哦。蛤蟆那山表示个咸。第18，将近半空的大世界，将近半空的大世界啦，就表示非常凶恶，一个关于讲啊残忍、残虐的人啦，哦，一个规模大的人啦，啊，将近半空的大世界啦，哦，第19，山马险险吞落肚，表示东西个好食，山马险险吞落肚，嘿，唔超会菜食才好食咯。山马都会吞落肚，吐血咯。好，第20，千家猫啊，比喻不安一家。年呢嘅信用健康就是20家，关于讲一世一家，就讲唔好做千家猫啦，哦，一家过一家去打嘴鼓啊，哦。第21，泰国来嘅姜嘅好小子，也叫佢個成招。泰國嘅來呀，姜嘅好小子，好小嘅，表示說講唔曉得教育啦。泰國語就是個戇戇嘅意思啦，啊，人來也唔講，但是話要講真的，一個聲音呢，唔係嗌人教嘅哟，有人嚟講係天教嘅，好多話要叫我講啊，好囝唔免拍。歹囝無才拍，一個意思就睇嘅這個當然，一個到過去面容，佢讀婦人家都唔識字，但是講出來嘅來嘢得到博士、碩士嘅程度，嗬。22，睇人家才嘅條件，勞到才嘅吊公公，要吊公公，睇人家已經係非常辛苦才條件，過度勞到。才嘅吊公公嘅話快樂噶，就不敵他人家嘅困苦。好，我再講本音，就一時有眾多嘅音，自其有母嘅音嘛，稱作在字。一個在字本音是 A， 語音呢嘅在字有為了葉咩呢嘅 B， 也就會講啊，語音。還有三母音、韻母音，組合共有8音，再加上上條安啦嗬。連音是個本音只有 R、A、O 3音嘅嗬。按詩呢，一共有12則詩，A 音呢有8則詩嗬。一加兩加，一加2加5加安啦。風嘅一道語嘛，一個 A 音嘅呢，就實體字，乜個呢實體字呢，一看就清楚嘅呀，所以 A 音呢有9則詩 ，R 音嘅呢有3則詩，一個 O 音嘅呢1則詩，一個詩依照一個人呢客家一個書方所說嘅啊。象形會議形聲轉注假借，用假借假嘅方式，因為一則是冇舊音嘛，所以加一則是音義形相近嘅來使用啊。連音詩嘅用法是按呢，白話語文就係本土語文，所以乜講本土語文啊，就冇咧有冇咧嘅語文。嘅面容有面容嘅語文啊，其中本音加同一個語音突音嘛，分面咯啊，所以我哋一下一個連音詩喺度裡嘅 A 音名全部讀 A 嘅字，也有冇嘛啲當嘅素材啊，應該讀語音啊，按讀嘅發音單位清楚嚇，一個 A 音名。實體字，那個看來去就底下意思望文生義，一個中國的漢詩啊，同英文是個奇怪喲。中國詩有義冇音，
英文有音无义，所以中国史、汉史都有一个注音。注音不破冇破，死音唔下，只好用英文来做拼音，一下所用的是汉语拼音，安尼哈。好，一个图啲走上嘅图講啊，竹達明床腳下染乾皮啊，比喻不可能嘅事情，所以竹達明床全只會夾到背囊皮啊，左邊呢，竹達明床嘅個行啊，有鳥筒角嚇，房間嘅鳥筒角嘅咧，第七，一個其他嘅。物性類嘅形容詞有一堆咯，我提個咁樣講硬土嘅方面，形容詞跌硬啊，一個硬呢有兩樣，看得到嘅硬，看唔到嘅冇無形嘅都硬愛喲，唔係硬愛喲，嚇硬愛嚇，一個東西佢硬啊。我來看體力，跌硬，佢硬嘅意思啦，刮硬，個有壓刮硬，硬掟到，一三米都係十分呢會用硬哦，死得都會切牙怕喎，我再講一遍，跌硬，刮硬掟。第四個呢，佢娘字，那個馬字樣嘅娘字啊，水果那個成熟嘅過程有一段路啊，水果對頭到尾一個米絲都冇相同，第個就夾，像一個用土樣嘅夾，嗰個呢就澀，第三呢就酸，第四就甜，第五呢甜度時間到嘅冇雜，是啦，就會水，就按到推感，第三鹹酸苦辣，也就個米絲啊。米絲，我哋客家嘅米絲同國語嘅那個冇相同啊！哈，我哋嘅米絲用在食嘅，按國語嘅米呢，味道都用皮嘅冇相同。好，一個米絲有乜嘅米絲啊？鹹酸苦辣啊！你經常講下聽嘅鹹，亦都反而要重複重貼嘅樣嘅情況，鹹，聽講鹹同鹹意思冇相同。第二呢，澀，第三酸呢一個酸，第四甜。第五一個水啊，第六苦都講苦啊嚇，七辣啊辣。特別有啲人買薑啊，好容易買薑來到客莊，但是佢唔曉得買回來，聽到一個客家人買薑嘅，頭前佢都講買薑哦，安尼話，一個好多先生咧就講辣咯，一下都講買薑，辣係有人愛。到了咪反頭看到佛大氣，喊唔講。第八酸凍，係一個叫凍，一個語言嚟哦，酸凍。第九苦丟啊，按過第十苦感，係唔講嘅苦有冇苦，咁感有冇感喎？就苦感啦，吹瓜一樣嘅嚇。蛤蟆垃圾的形容詞，佢鹹嘅意思。難事頭都講過啊，一個困難嘅難，大下4點水，也就火石片啊，
也就难都很难哈。第四，第三嘛，食神类讲食神类，食神类有一种马嘅喏，这个红色嘅红、黃、青、白、藍色。在闽南方面講藍色，有啲講藍色都同綠嘅關係。天色天、紫、烏，一共有很多種哈。也都有拿來做形容詞。紅色都講紅焦焦多，紅焦焦多。黃嘅呢就講黃公公多，黃公公多。第三，個橙色嘅呢就講橙金金多，個橙白嘅呢白色色。呢有嘅呢就個烏索索。客家詩言白話語文研究一個東西幾有意思哈。下期就我嚟講具體語言嘅一個語言，數據用嚟比，人數用嚟來，頭腦用嚟分，一個真正所以比所以還個厲害，所以出場用數比嘅數語言按客家嘅肢體語言。又可以講得講用耳根、用目珠、用嘴、用牙齒，都表示嘅意思也是感嘆字啦、中傷字，就有種連音字、連音客家嘅連音、連狀嘅連，等等組合運用，結構上優美完整嘅客家白話語文。當前客家在客家日常生活之中，對話唱歌嘅、戲出、團練嘅，一個俗語、作詞作曲、講古等等方面呢，都非常嘅適用於一個肢體語言肢體語言尤其是做戲一個最近有個嘅關於講嘅是說唱藝術、說唱藝術當然就包括一個用嘅讀書、說言、唱歌嘅吟詩、一個唱經等等一方面都係簡稱為簡單稱為是說唱藝術。藝術乜嘅咯？藝術咯，以時間地點嘅不同嚟做變化，塑造一轉進，好嘅，今日再看底下嘅。水果成熟的過程，頭都講過嘅鹹嘅、澀嘅、酸嘅、甜、水台灣有句話講，牛年太烈就愛炸嘅，莫為推減；番薯太調就愛熱，莫為處理難。處理難就是講太調嘅爆出來本一條細道，實在是糊一個就是用一個圖，所以一個用意就是講南太當婚、五太當嫁嘅意思啦凡事不可片面，那唔係少子化後來第八，用其他嘅物性來做形容詞嘅有會多嘅我就跟接頭前嘅六烏打打當，嗰啲烏就講烏打打咯。第七。金娜娜嗰金六丟鳳丟烏就是先鳳的意思，嗰鳳姜線就很可能嗰分明姜線就姜一樣嗰線十金槍就個槍，第11斜拍斜拍12拿金拿金第13烏落就是銅板色牛色絲啦牛絲嘅色甜板色不牛絲色同冇得到銅板色就烏落嘅紫色就吊彩色淺藍色就水色也16酸東東第17虎丟丟18熱唧唧到表示講心氣非常嘅專注，是一個身材
类嘅身材类嘅个高起起到，天仙遁用嘅啊，强硬出用嘅啊，天二长蓝蓝到佢长，索嘅佢长，第三爱嘟嘟，唔过爱久嘅看似，迄个个位向前，他敢记得嘛？爱久嘅按爱，你差唔多头前看，后背看都后背用弹起来。看到人朴素都睇人朴素，看到人难也很难，也个就是讲爱久的看似啦哈。第四，冲点点，冲点点，一个冲，皮呆呆，皮呆呆，第六，臭夹夹，个臭的意思。第五，讲处，讲处，处，响。第二类啊，也有个多啊，哈，个奖类啊，奖处处响个二类，第是眼咪，眼咪，后生嘅人講用眼咪冇寫身啊，嗰個談過神當過嘅人啊，個都冇寫身嘅眼咪，眼咪啊，一個第出槍啊，也有。一個語言係重複個，講到眼咪就一解咧，即係講嘅下，眼咪，出槍，就是出一個錯位嘅咪思啊，錯位嘅咪思，出點啊，出點就是講啊，本水姊妹踢機會啊，就水果尖水姊妹踢機會就問出點啊，其實出紅呢，就是在尖質。接啊，一個無尖度嘅粗紅嘅咧，路皮咧嚟種菜，無尖度嘅地方嘅種啊，就係粗紅。第五，個旁粗，有人講旁粗啊，個粗嘅意思，個旁香啊，香呢，嗰度人讀變成香都唔錯嘅啊，合一改成西醫啊，嗰種。一個都唔錯嘅素材。第七，出貨啦，貨冇太有嘅出貨啦啦嗬。出二啦，也唔係二條，出二啦，就是二條細個嘅番薯呀，佢會粗苦啊呢。第九就是當就是有平紅一來。紅起來，但是會揚下去，也就能當按一個點出去啊，唔會彎下來嘅。所以我哋客家話有個笑話，一個望講望談，都當紅起來，硬水唔得，安尼話，神奇嚇，當水唔得咯，硬就紅起來，其實。客家語言白話語文研究開始咧，講肢體語言，希望各位鄉親有心有耐心來聽下啦，研究下去。有關於我哋客家嘅詩語，有話就有語，特別有人講有語無文便是煩惱喎，一個我在美國57年，為了一句話出嚟係研究客家白話文。白話文就係講啊，這族群不同，地方不同，所講出來嘅話語也有所不同，寫出來也各不一樣啊！好，這個帶下個圖，一個講卦，一個當個嘅詩啊！中山風行，諸惡莫作，也就關於菩薩通常所講嘅。境界思想嘅人啊，你講啊，中山風行，諸惡莫作，當過13人在啊！所以個名上站唔穩，冇嘅咯，出槍、出點、出紅、碰觸、點，下東講，一個就邊兩方面嘅人講啊，現在呀。東港是含面，就是文太最大的意思。東港是含面，
好，再讲啊，将瓜豆腐鱼无浸到汁，只以鸭汁汁吧，手的处分。以上今晡日所做出的疑问，希望各位乡亲同大家认真来了解，也得欢迎安哈。以上是蒙大家感谢你，再见。神夢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